歌手古巨基早前就同小師妹可兒同埋網紅情人褲以撈筆拍攝還原22年前任天堂流淚 MV， 情人褲飾演基仔，而 Hedy 重演當年 MV 女主角李彩華。日前基仔就喺網上召集兩位拍檔開 live 同網民互動，當然 fans 最關心就係已經有年半時間未有喺香港舉行大型演唱會嘅基仔，幾時再開 show 啊？仲提醒佢唔好唔記得同歌迷之間30週年嘅歌唱約定。基仔就笑住咁解釋啦：我想等我個仔大個啲先咯，我而家都幾覺得佢成長嘅呢個階段呢，仲讀緊幼稚園呢個階段呢，係好珍貴嘅。因為佢日日新鮮嘅，即係佢一個成長嘅旅程。突然發覺佢又識咗呢樣嘢啦，跟住又會問下我呢樣嘢啊，同我講好多嘢。可能我等佢再大啲，譬如上到小學啊，咁佢真係佢有好多更多嘅嘢需要忙嘅時候，咁佢有佢忙，咁我又可以開始翻，即係譬如呢啲演唱會嘅計劃咁咯。再問到會唔會考慮夥拍 Hedy 同埋情人褲搞3人演唱會嘅時候，情人褲就咁樣講啦。嗱，我同古 Sir 同埋 Hedy 3個嘅演唱會咧，將會喺2053年之前開到。2053年我係幾多歲啊？而家2023，即係大概30年後。直播期間，基仔分享咗佢保持青春嘅心得。原來同古天樂早前講嘅方法一樣，除咗特別日子，平時一日淨係食一餐，維持咗幾年之後都覺得狀態比較好。基仔狀態咁好，幾時舉行歌唱都冇問題啦。